哎，醒醒！哎呀，醒醒！哎，不会是让老子做人工呼吸吧？不行，我得看看他是不是装的。傻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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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有美女穿比基尼！下班了，下班了！哎，原来是真晕了。看在你救过老子的份上，老子的基友初吻献给你了。亲就亲嘛，伸什么舌头啊？迷迷糊糊之中，好像感觉嘴里有什么异物。我看咱们俩这个样子，怕是不能继续走了，得找个隐蔽点的地方。我们找个山林吧，先缓一缓，恢复元气了再想办法。嗯，好。走，慢点啊！刚才是谁说水性好的？刚才在水里，手臂突然使不上力气了。谢谢你。我不忍心看你受伤。一瞬间，风吹过胸口，才发现你不在我怀中。以前你总会紧紧抱着我，笑着说，暖得像是喝了酒。10000年只是句形容，我懂。疼吗？只有听过的人才心动。以后你会握着谁的手不放松？回忆的钟摇摆着我的伤痛。以前的以后，时间裂出一道缺口，让思念自由凝视你的举动。再也没有人像我把温柔写在了眼中，望着你成一首反复的情歌。以前的以后，时间缝合一道伤口，2秒针停留在爱着的时候。再不去计算太多，虚构出我们的时空，一切留在美好的那刻不走，爱是我的被动。鹏鹏，鹏鹏，鹏鹏。鹏鹏，
你快醒醒啊！你不是号称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吗？你如果就这么死了，后宫的那些宫女们也都别活了。鹏鹏，危险！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鹏鹏，齐胜不仅设计害我，遇刺时他也冷眼旁观，九王却舍我救我。由此看来，九王才更值得信任。要是能逃过这一劫，九王的提议倒是可以考虑。关键是他要先醒过来呀。兄弟，你快醒醒啊！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原因救我，但是今天你为兄弟我两肋插刀，这让我很感动。你要是能挺过这一次，今后我没准就和你穿一条裤子了。坏了，该换布条了。你醒了？你傻笑什么呢？不会是烧傻了吧？哎，还记得我是谁吗？真不记得了？我是你哥，啊！以后在外面见到我，管我叫大哥，记住了吗？鹏鹏，我确实不认识你了，你所做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意外。原来没傻呀！啊，不过你做的这一切，也确实在我意料之外。来，慢点。依我所见，你已经成了齐胜欲罢不能的人，得不到，便要毁掉。想必来江北之前，我一直对你过于关切，忽略了齐胜安插的眼线，而他早已对我们之间的往来了如指掌，定是他被惹怒了，才对你我起了杀心。这么说来，是本王忽略了自己的言行，害了你。这也怪不得你。在我看来，你我也只是泛泛的君子之交。是齐胜他想多了。若是能逃过此劫，回去后定要谨言慎行。没错。这次你我也算是生死之交了。说句推心置腹的话，争皇位的事儿，路途艰辛，任重道远。齐胜这个人性情冷漠，心机叵测，不是一般人斗得过的。你有没有想，以后不要再争了？你我不争便能平安了吗？是他一步一步把我逼到今天的。争，或许还有一线希望；不争，就只能等死。你和我这一点倒是挺像的。我也常有那种朝不保夕的感觉。一天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，就一天觉得不稳定。这次我们能不能活着回去，还说不定呢。你大可不必如此忧虑。齐胜向来行事周全，顾全大局。他这次的计谋被我们化解了，便不会硬安一个罪名来杀我们。他要再想杀我们，也要从头谋划了。看来你倒是很了解他。不过既然你我都知道了，我们还能活很长一段时间，现在就更不能饿着了。我去找点饭来，顺便打点水，啊。去河里抓条鱼，回来做个烤全鱼。哇，好大一条鱼啊！哎，
啊，醒醒！来，起来！你衣服呢？靠！都要杀了我，还管我穿没穿衣服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也是为了躲避刺客，才落入水中的。那这么说，是刺客赢了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关心这个？那当然了，就好像看电视剧不让我知道大结局，看足球比赛不告诉我几比几一样。是我们赢了。那你还弄得如此狼狈，你的那些侍卫们看着你就像看天线宝宝一样。我没想到下游水流湍急，又撞上了礁石，胳膊动弹不得，便飘到了这里。知道疼啊？你撞一个试试。该不会是脱臼了吧？我去给你找个树枝捆一捆啊。等着。哎，你站住！碰碰啊！我怕你遇到野兽，就跟过来了。你猜我遇到谁了？齐胜，他现在就在河边，你赶紧藏起来。这个时候你们俩还是不见面为好。啊？怎么了？这个小树林里不会真的有野兽吧？啊？是狗熊还是狮子？如果是狗熊，咱们就在这装死；如果是狮子，你喊1、2、3，咱们就跑。不用跑了。啊？九王，好巧啊，你也在这儿。穿上。你们两个可千万不要在这里撕逼大战啊！九弟可还好？并无大碍。不知三哥是否受伤了？啊，他胳膊受伤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们还是先找个地方避一避吧，好让我帮你固定一下手臂。也好。哎，我们不能坐这儿等死吧？会有援兵来此处营救，不过是援兵先到，还是刺客先到，就无从而知了。这次刺客来得蹊跷，难道富平的驻军也混入了外人？军中守卫严密，若非对我们的行踪了如指掌，是不可能抓准了时机趁虚而入的。此次遭遇埋伏，很可能是身边人所为。没想到他竟有胆量做出此事。我也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平日里真是小瞧了他。是谁？该不会是赵王吧？不可能，他那个怂蛋。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，他确实有作案动机。赵王的绿帽子戴了那么多年，也太不容易了，能干出这件事情，可见真的是被逼急了。绿帽子还不明白什么意思是吧？我现在告诉你，绿帽子是指自己的媳妇儿跟别人鬼混。张鹏鹏，嗯，你过来。干嘛？
做戏给别人看，你可以借位嘛，干嘛来真的？你若敢给我戴绿帽子，我要了他的命！齐胜啊，齐胜，我和九王在河里已经抱过了，人工呼吸也做过了，昨天晚上还孤男寡女的在小树林里睡了一夜。我看不只是绿帽子的问题，你这脑袋都冒绿光了。你看看我，既没贼心，也没贼胆，你尽管放宽了心。给我搜！是！你们几个往那边！是！快！不知这次来的是敌是友，快！何不赌一把？若真是赵王派来的人，便看看你我谁更能得上天水里。看来的人是会失手杀了你，还是会失手杀了我？那就赌一赌。下来！你干什么？你们两个，无论谁死了，只要赵王当了皇帝，拿下就得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。我在你们这儿，反正也没什么亲人，而且我有一颗扬名立万的心。这个英雄，让我来，也不枉我虚度了此生。婆婆，婆婆，你们这帮赵王的狗腿子们，居然还搞起刺杀来了！你们回去告诉他，他没有那个 IQ。啊，鹏鹏，赵鹏鹏！别乱碰！我怎么受伤的？你从山坡上摔下来的时候，磕到了脑袋，一定很疼吧？哼，风雨中这点痛不算什么。哎，你跟我说，刚才我站出来的时候，是不是摔呆了？幸好来的是自己人，若真是刺客，恐怕你也没机会在这跟我争强好胜。哦，原来是自己人。可是九王现在在哪儿？如果我这个时候问他，这个醋坛子不就马上又打翻了？我晕了之后，你们都获救了？嗯，其他人都已经赶回圣都了。哦，真没想到，这次江北之行，竟遇到了如此多的事端。哎呀，啊，可不是嘛！短短数日，我已经 N 次险些没命了。你果真知道，那天杀你的人是谁派的？我知道是。他这摆明是在试探我。我如果知道是他，他还不把我杀人灭口啊？我知道是谁才怪呢。无论如何，只要你现在没事就好。殿下，急报！你先在这里等着，没我的吩咐，先不要出去。孙儿齐胜，你父皇于昨晚走了。由于事发突然，你要速回商议你父皇身后事。你是太子，朝中不可一日无君。现在朝中有许多大事需要你回来处理决定。事不宜迟，吩咐下去，立即派遣军力，与我一同北上。是。事发突然，圣都那边形势严峻，十分危险。在我没有十足的胜算之前，不能让太子妃和我一起冒这个险。这里背靠江北大营，
江北的水军都是我的亲信，是极为安全之地。你再去找几个信得过的侍卫和下人，留在这里伺候娘娘。是，殿下。护送太子殿下回圣都，不得有误。是。到底什么情况，让齐胜这么着急回圣都？娘娘恕罪。行，起来吧。谢娘娘。哦，我都已经在这憋1天了。卑职就是要带你出去透透风的。啊？哎，这人都去哪儿了？太子有吩咐，让您在营帐内好生休养身体。外面风很大，还是不要随意走动为好。哪儿他妈有风啊？太子去哪儿了？把他给我叫回来，我有事儿找他。太子有事先回圣都了，所以嘱咐卑职们在这儿照顾您。他一个人回去了。是娘娘。那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回去？为什么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？这个卑职就不清楚了。我有东西落九王那儿了，你去找他给我拿过来。啊？去啊！娘娘，九王已经不在营帐内了。什么？他也不在了？是的，娘娘。那这儿他们还有谁啊？这儿还有几个侍卫和丫鬟供您差遣。这他妈是让我自生自灭的节奏啊！娘娘，万万没想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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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葡萄变成了葡萄干儿啊！娘娘，娘，玉离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娘娘，是我呀，我是绿篱呀。娘娘，您在闻什么呀？啊，我的宝贝儿啊，我已经好多天没有闻到人味儿了，我似乎看到了春天万物复苏的样子。要不是我，你还见不到娘娘呢。没有你，我自会跟上面请求批准，然后我自己雇一辆马车。没了你，我这一路上还能清静点儿。我不是做个顺水人情才带你过来的吗？我承认我是想来，但是你不是也一直求着我跟你一块儿来吗？是，小姑奶奶，是我求着你的。什么情况？你对他动了春心？娘娘，几天前皇上在奉天殿登基，紧接着就命奴才来接娘娘回圣都了。皇上还特意叮嘱，让奴才一路上小心伺候娘娘。奴才怕有闪失，就把绿篱给带过来了。新皇登基？是呀，娘娘，谁都没有想到，先皇一夜之间就暴毙身亡了。奴婢足足哭了1个晚上呢。你说这人怎么就这么脆弱呀？这先皇怎么能说驾崩就驾崩了呢？先皇驾崩了，可不是嘛。九王接旨，
敢问公公，是接的谁的旨啊？当然是皇上的旨了。九王殿下，跪下领旨吧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九王齐汉于江北救太子妃有功，赏白银1000两，良田100亩，官职加升1品，革去原有一切职务，改司内务主管一职。即日起，九王府监禁解除，钦此。九王殿下，那奴才就告退了。谢圣上恩典。奴才是来宣旨的，不能陪您喝酒。你不喝，我就不听。哎，喝不喝？这不是为难奴才吗？不喝你，喝不喝？喝不喝你？你喝不喝？喝不喝你？喝不喝？你喝不喝你？喝不喝？你喝不喝？喝不喝你？喝不喝你？我来陪你喝。皇上，赵王太调戏我。调戏你？找找你什么样？你来干什么？是来看我的笑话？要杀要剐随你便。我是来看你这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的，成何体统？我知道我自己实力就不多了，所以我趁着现在我自如，我潇洒，管不着我。谁告诉你你会死？庸人自扰。还是先听旨吧。我不听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赵王因误信贼人之言，致使众多皇室贵胄被困江北，当判死罪。当今圣上念其手足之情，免其死罪，免其一切官职，留其王位于宅院。留其王位于宅院。我呸！钦此。我敬你个头啊！你以为你不杀我，我就会感激你？我呸！你这是诛心，你杀了我更狠！总有一天，你会明白朕的用心。我不明白，我永远不会明白，我不明白，我不